Hello，大家好，我係 Nico。咁今日我哋又繼續講翻我哋喺灣區置業嘅狀況系列㗎啦。咁呢段時間亦都係得到唔少觀眾嘅朋友嘅支持啊！Nico係繼續拍翻呢啲類型嘅房產頻道啊。咁其實你哋嘅支持咧，其實就係我嘅動力嚟嘅。咁亦都係呢度同大家講聲多謝。咁我亦都係有啲朋友咧就問到如何先可以喺灣區選擇正確嘅房屋啊？咁我今日咧我就做咗一集防詐騙系列，俾翻大家做一個參考，亦都希望盡我個人嘅有限嘅能力去幫到大家。咁啊Nico咧從事咗房地產行業咧，亦都有唔少歲月㗎啦。咁從11年嗰時大學畢業就從事呢個行業啊，其中有好多門道係真係千奇百怪。咁買賣嘅盡頭咧，其實就係收割。咁就未知邊個收邊個。咁啊Nico咧亦都係從中總結咗以下有啲門道俾翻大家去補下課啊。咁我相信大家聽完之後咧，我就可以打包票同你講，係你收人哋，唔係人哋收你啊。咁大家聽得入去就聽。聽唔到入去嘅，俾翻個 like 支持下。咁首先要講一講就未來好幾年啊，有幾種類型嘅物業資產係掂親都會爛手爛腳嘅。咁雖然話咧房地產係具有金融屬性噶嘛，但係買物業嘅核心要素又係咩咧？地段資源決定咗一切咯。我哋大家喺市面上所見到嘅各種各樣嘅唔同形式嘅房產，有唔帶電梯嘅多層啦，有電梯嘅高層，仲有連排別墅、獨棟別墅、公寓、寫字樓、商鋪等等。咁好多人買物業，除咗居住之外都仲要係想自己嘅資產在市場好翻嘅時候可以升值同埋保值啊。咁亦都有啲人咧係唔單止仲要自己嘅房屋住起身又舒服，又要升值空間啊。咁即係話咩咧？即要又要咯。咁我哋又應該如何去避免買到垃圾資產咧？咁以前好景嘅時候咧，你真係孭住眼買，你都有錢執。咁今時今日買樓真係唔係咁簡單㗎咋，唔係話你嘅袋仔有幾多銀兩就得㗎啦。當中咧，你係需要相應嘅房產知識㗎。我舉個例子啦，有啲人兩眼一發光，攞住錢就聽自己嘅親戚朋友或者係房產中介一呼休下，人哋話買咩你就買咩，最後買咗之後咧，結果先發現咗後悔。呢幾年我自己都聽到唔少嘅業主咧，佢自己同我講嘅親身感受真係有淚有汗嘅。其實咧，現實生活中好多房屋你住起身未必係舒服嘅。我哋買樓係為咗自己嘅居住改善而買嘅，並唔係人哋認為好你先買。咁樣你只會使自己嘅錢買咗人哋中意嘅嘢。因為每個人嘅實際情況嘅需求係唔同嘅，所以買嘢一定要結合翻你自己嘅一個實際情況下。咁如果一旦買錯咗嘅話咧，我諗你喊到冇眼淚。所以咧，呢個市面上有啲房產咧，真係掂到唔好掂啊！咁啊Nico咧今日過嚟同大家講下以下呢幾類物業係越嚟貶值嘅，亦都係越嚟唔值錢㗎。咁我就將佢哋分為置業嘅四大神坑，分別係老坑、濕坑同埋雙坑、冇坑啊！咁嗱，我講完其中一啲道理，你就會明白㗎啦。如果大家有啲唔同意見咧，都可以喺評論區進行留言㗎。咁首先咧，第一類咧就係老坑。咁古董咧係越老值錢。咁佢就係越老越蝕錢啊！佢就係我哋嘅林1號老破舊。雖然老破舊係一啲老城區依然好牙香嘅，普遍性係老城區比較多嚇。咁呢啲都屬於一個開放嘅社區，亦都係唔係封閉管理嘅嚇。而且咧，佢周邊配套比較便利。點解呢啲老屋仲存在咧？係嘛？講白咗一方面咧，就係我哋國家係唔會再大拆大改嘅啦。而且咧，另外一方面咧，就亦都係拆唔起，因為始終生物地皮貴啊嘛。中國而家仲係一個人口負增長，未來嘅開發成本比較高嚇。咁風險自然會高，加埋開發商都缺錢，而家邊個有錢嚟拆遷賠償啦？連北上廣都出現咗退地俾翻政府，何況2、3線城市呢啲老破舊，你短暫下租翻嚟過渡下就問題唔大㗎啦。但如果你話係長期買翻嚟住嚟退休，但凡你有咁嘅思想同諗法咁一定係中大伏㗎啦，因為呢老城區嘅老舊嘅住宅係未來一定會變成一貧民窟嘅。好多人唔信㗎，但係我一定要話俾大家知。雖然表面上你睇落嚟好似好方便咁樣，但係背後你係估唔到嘅。真實嘅例子我俾翻大家知就係6月16號深圳龍崗嘅龍城街道嘅龍城花園，得30年嘅樓齡已經係地基出現咗下沉，牆體脫落，好彩冇人傷亡㗎咋。舊小區始終係以前嘅打樁技術係未夠成熟㗎嘛，咁我哋咧就唔講佢嘅價值先啦。咁情況你入去住敢唔敢住先？
10年河東10年河西，真係輪唔到你唔信㗎。以前嘅潮流放喺而家一定係過時嘅，就好似我哋着衫一樣，上世紀90年代嘅襯衫，你而家着翻出去，先唔講個款式好唔好先啦，但係我哋嘅質量一定會變差，係咪先？同時咧，老破舊隨住時間嘅推移嚇，佢房屋嘅建築質量同樣會變差。設施嘅老化啦，供水系統、供電系統老化，排水唔順暢，空渠咧經常塞，而且咧呢啲問題喺未來一定會難以得到改善嘅。咁呢啲老破舊未來一定要一個持續性去使錢去維修嘅，就好比你買架車嘅時候，你揸到一定嘅時間同埋距離，就一定會進行一個大保養，要換埋機油。問題嚟啦，呢個錢邊個出？咁同埋居住體驗感咧會持續下降啊嘛，該搬走嘅人亦都會搬走晒，該走嘅人亦都會走埋，最終會落一個貧民窟。我再同大家講下一件嘢嚇，講到老破舊啦，大多數人都係深有感觸噶嘛。大部分係冇電梯嘅，亦都係好多道路通常嚟講係邋邋遢遢嘅。去買個餸翻嚟，可能會累慘死㗎。而且熱天咧，煙蚊咧真係好似啲吸血鬼咁追住你嘅。最離譜係咩咧？就你可能係你屋企打過邊爐，分分鐘係都有跳閘嘅可能啊！除此之外啦，仲有停車難過登天，流動人口多，米差，又或者係根本冇物業啊！樓梯過道貼滿嗰啲咩啊牛皮癬，呢啲房屋只會越嚟貶值。到時你想買翻出去嘅時候，根本冇人接盤嘅，租客見到都走晒啦。當房屋需要維修出錢嘅時候咧，物業管理公司係跑贏世界冠軍嘅。嗱，如果大家聽到我講完啦，都依然係咁聽話話，咁就恭喜你成為年度最佳幸運兒。咁好啦，我講到第二類啦，係嘛，濕坑。咁第二號咧就阿海啦，叫海景房啦。我所講嘅海景房咧就係旅遊地產嘅海景房啊。我知道好多人都中意大海啦，咁大家睇翻今年沿海城市嘅旅遊數據啊，海邊人滿為患啊。我只能咁樣同你講啦，如果你嚮往藍天白雲咧，嚮往大海咧，咁你喺呢度玩一段時間係完全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係長期喺海邊咧，你發現咗係冇咩意思嘅。咁講到呢度咧，亦都好多人會問啦。咁旅遊唔係我自己願意做嘅地方，佢哋人哋願意嘅地方咩？係咪先？咁呢句話咧係冇錯嘅。但係你住喺海邊咧，生活喺海邊嘅城市人咧，講實話咧，係冇幾個人會肯去買海景房嘅。甚至乎有啲當地人4-5年都唔會一次海邊嘅。我本人就係潮汕揭陽嘅，我家鄉靠海邊，我屋企海邊大概係10分鐘到啦。咁到夏天嘅時候咧，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啊，隨時可以去海邊釣魚、開生蠔。如果你問我好唔好玩，我肯定同你講好玩。但係好唔好住，我可以咁樣同你講，一啲都唔好住，因為濕度同埋鹹度咧係太高㗎啦。即係我經常去海邊咧，成個人係黐立立㗎嘛。真正住海邊嘅人咧，9成9係本地人村民嚟㗎，因為佢哋咧係靠海為生，就近原則。冇辦法，先喺呢度先生存再生活啦，係咪先？咁其實海景房咧，而家咧已經係成為咗收割普通人嘅一個騙局。所謂嘅千里海外線啊，咩風景如畫，發展商包裝到空前絕後。但係呢啲係建喺海邊嘅時候咧，我哋首先考慮一個問題就係呢啲房屋佢究竟有冇配套，有幾多配套係夠我哋生活嘅？我舉個例子，就好比惠州咁嘅城市啦，嗰啲咩雙月灣啦、順寮灣啦、十里岩灘呢啲海景房擺嘅時候咧，廣告咧鋪天蓋地嘅。但係你而家揾個似樣嘅配套出嚟咧，係冇嘅。而家正值係夏天嘅，大家都比較放鬆嘅時候啦嚇。天氣熱嘅去海邊散下步咧，你會見到配套好似好多咁。但係呢啲配套都係為咗服務啲遊客嘅。當夏季一過去嘅時候咧，大家係忙嘅時候咧，呢啲地方係連鬼都驚嘅，係咪？因為人都冇幾隻，邊度有配套啊？甚至乎入住率都低得可憐嘅。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唔小心落咗揼嘅話咧，呢種房屋基本上就係爛喺自己手上㗎啦。我哋何必同自己硬紙過唔去啦？嗱，我上一期就專門講過海景房呢個視頻嘅，我再核心同大家講講啦。如果你覺得一個城市海景房好，你唔妨先住酒店住一段時間先考察一下先，同當地人打下牙膠、吹下水，由佢哋口中了解到真實情況好唔好之後咧，你就決定買唔買。如果唔好嘅話，你就換個地方，通過旅遊，通過一個短期嘅時間嘅停留，就貿然去做決定咧。買樓從來都唔係買火柴啊！千祈唔好濕咗之後先去揾啲海濕浴。海景房啲濕唔係你食肉可以解決㗎啦。嗱，第三類就係商坑。我諗商鋪用商嚟講咧，嚟形容咧，應該更加貼切嘅。
因為今時今日一鋪真會傷三代嘅。最近咧就見到珠海市呢區咧出現咗唔少商鋪啊，廣告打得滿天飛，幾十萬佣金圖吸客，又係送現金，又係送手機，甚至乎請埋餐飲界嘅網紅打廣告，真係咁好，所以咁大成本嘅吸客咩？我都忍唔住講多兩句啦。呢個真係有必要同大家講下先。商鋪唔好掂，掂一個傷心，掂兩個傷身，掂三個順手爛腳。千祈唔好諗住一鋪養三代啊！一鋪養三代呢個詞已經過咗期㗎啦。你要知道咧，講呢説話嗰陣時係冇互聯網購物嘅，冇電商嘅。而家咧求一個阿婆瞓張床都可以喺網上買到嘢。馬雲都話啦，2025年後90%線下實體店係即將執笠。我哋先睇一組數據先。目前截止2025年6月份，全國嘅零售業啊，第一季度就倒閉數量同比增長35%。肉鋪行業預計倒閉10萬家，線上平台競爭激烈啊！咁如果按廣州一線城市嚟講嚇，倒閉率係去到80%嘅，其中行業平均佔比去到70% 左右，即係話100間鋪入邊咧，起碼有70%倒閉無法經營㗎。如果你睇到邊個親戚朋友唔順眼嘅，咁你就可以勸佢買間鋪收下租等升值，保證佢通脹率一定唔會再有你出現㗎啦。而家10個商鋪9個蝕，所謂嘅一鋪養三代呢句話已經變成歷史㗎啦。而家係3代養一鋪係分分鐘嘅事。當你覺得自己眼光好嘅時候咧，買咗個商鋪諗住長期收租，咁樣同你講啦，你打定輸數就得㗎啦。仲有一種商鋪咧，佢會同你講 CBD 中心客流即頂流，又可以返租，揾2個妹一項圖，攞張價格紙加埋個計算機同你撳兩下就去到6厘到8厘嘅回報率，10年翻本咯。而家咁嘅經濟情況，銀行存款利率不斷嘅縮水，一對比，哇，聽落係正啊！我唔入地獄，邊個入啊？係咪先？人哋就希望你貪，佢就驚你唔貪。嗱，繼續聽我講落去啦，未完㗎。好多人咧一睇到呢個回報咧已經心喐㗎啦，但係呢啲都係羊毛出羊身上嘅啫。所謂嘅反租，只不過係先抬高個房價，之後再慢慢俾翻你。譬如話呢間鋪本身價值就80萬，佢100萬買翻俾你。你多交咗20萬，再每月俾翻你，或者引導你樓價一成扣減，俾你覺得好有着數，再同你簽翻個合約，變成真正意義嘅你情我願。合同先係佢最大嘅保障啊！講到呢度咧，我又想同大家問大家嘅問題啦。大家有冇見到過反租係揾到錢嘅？答案絕對係冇嘅。前期可能會有啊，因為合約期未到啊嘛。但係反咗2年之後咧，到時候你問佢攞租金。你先知道踢波遊戲正式開始㗎啦，因為原來買鋪同埋租鋪係2間公司嚟嘅，你想揾人都係揾唔到嘅。最後你想買翻出去食多2啖蒜頭算罷啦，因為商鋪2次交易稅好高嘅，你買翻嚟嘅時候咧，可能只交一個契稅啊，但係你買出去嘅時候咧，營業稅、增值稅、個人所得稅。多到阿媽都唔認得啊！衰過公寓㗎，公寓起碼可以自己住翻，係咪？仲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真正嘅好嘅商鋪，有規模性嘅商圈啊，咁呢啲商鋪係唔會賣出去嘅，就好比中山嘅利和啦、珠海嘅華華商都啦，地段比較好嘅鋪位啦，係唔會賣嘅。就算有得賣，佢哋門檻都好高嘅，因為佢哋攞出嚟賣係因為已經係最高位㗎嘛，邊個願意高位去入手做韭菜咧？係咪？以上我所講咧，都係一啲血淋淋嘅教訓啊，亦都係真實嘅例子啊，並唔係話所有商鋪都唔買得嘅。如果話你真係好想買間性價比高嘅商鋪，咁你盡可能去揀翻啲大型嘅屋苑嘅底商，起碼咧至少啊有2萬伙人去頭排嘅鋪位啊。咁最好咧就帶餐飲功能嘅呢種類型嘅商鋪嚟講咧，對商家嚟講消費人群會比較集中啲，可以做嘅業態會種類比較多。自然呢個出租率同埋穩定性會相對嚟講比較高。關於商鋪呢個坑咧，我就唔繼續多講噶啦。再講落去，我自己都會傷埋。咁講到第4咧，就係小產權，我將佢定義為無坑。點解咁講咧？因為乜都冇先係最大嘅坑啊！大家先睇一條視頻先。講到小產權，我相信大家都比較陌生嘅。呢種物業亦都係定性為3無產品。
冇紅本、冇保障、冇拆遷賠償。咁呢個咧就繼續同大家詳細補習下呢一類型嘅產品有咩伏位啊！咁呢種產品咧普遍係深圳或者廣州、佛山比較常見嘅。咁由於土地歷史遺留嘅問題、冇產權嘅原因咧，咁所以佢係價錢相對嚟講係特別平嘅。唔知大家有冇經常收到啲電話或者係 Facebook 啊、抖音上面啲網上廣告啦嚇？咁通常都係用大字報寫住嘅，例如話總價48萬，可以擁有廣州市中心千尺大單位啦。聽落去係咪好吸引先？嗱，如果你感到信嘅話咧，咁你就拿咗一半嘢㗎啦，剩低一半咧就等你過係真正拿嘢啊！大家諗上一層就知㗎啦。廣州1800幾萬人口嘅城市，如果真係48萬咁筍可以買到千尺單位嘅話咧，咁使乜打電話 call 你啊？佢使乜打咁大嘅廣告去勞民傷財咧？就本地人嘅購買力完全可以 cover 晒㗎啦。再講啦，呢個價分分鐘係你隔離嘅清遠你都買唔到好嘅單位嘅。大家只要發揮下自己嘅思考能力，就知道當中一定有詐。如果大家上嚟廣州或者佛山睇樓嘅話，一定要多加小心呢一種產品嘅，千祈唔好俾人哋話請2個臨時演員啦，烘托一下就俾咗錢㗎啦。萬一你真係買咗呢個，真係要送你3個大字：行屎運。唔好以為執到寶啊，真係執到屎㗎咋。嗱，如果講翻咧呢種三無產品究竟有咩來頭咧？我先講佢產權嘅屬性先啦。咁佢係屬於村委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嘅，又或者係屬於宅基地使用人所有嘅。交易都係私人將呢間屋買翻俾你，係完全冇經過政府住建部門審批嘅。所謂嘅5證2書啊、監管賬戶啊，只要你講得出嚟嘅，佢乜佢都冇嘅。係法律上嚟講咧，佢係唔合法、唔合規嘅，建築質量、安保等等呢一切問題咧，都係冇辦法得到保障嘅。而且咧，仲有違建同爛尾嘅風險。咁至於日後咧涉及到政府要徵用呢個地方，咁拆遷賠償又會點咧？我只要同你講，一定未瞓醒啊！講好乜都冇，真係冇嘅咧。咁我哋繼續講翻啦，呢種產品通常咧都係以使用權同埋經用權去包裝買俾你嘅。你俾錢之前咧，買方通常會承諾你好多嘢嘅，但係收咗你嘅錢之後咧，就唔係呢回事㗎啦。至於涉及到日後嘅拆遷，唔好意思，同你1毫子關係都冇嘅。繼續揭密一下售樓部賣小產權嘅其中一啲套路啦。大家睇下呢啲小產權嘅點樣一步步係詐騙㗎。我先舉個例子先啦。如果周邊商品房正常價格係大概係2萬蚊一方嘅話咧，呢個時候小產權嘅房屋如果直接賣到7000到8000一方，咁大家會覺得肯定有問題嘅，係覺得會被人呃嘅。所以買小產權啲人，銷售人會同你講：我哋嘅單位，我哋係證件齊全嘅，而家就係差個預售證啫。又或者我哋嘅單位已經係好幾個證㗎啦，明年證就會齊全㗎啦。周邊樓盤賣2萬蚊一方咧，我哋只賣14000蚊一方。你而家只需要俾7000蚊一方就可以直接入住㗎啦，剩低7000蚊一方。等證件齊全之後，你再補翻餘款，每一方7000蚊俾翻我哋就得㗎啦。咁仲拍住心口同你講，開發商都唔驚，你驚咩啊？萬一到時候證件辦唔落嚟，係嘛？開發商每個方仲要蝕7000蚊喎，成個項目落嚟，開發商係損失幾個億喎。所以開發商都唔係傻㗎，佢一定會幫你辦到房產證嘅。如果辦唔到房產證，開發商損失仲大過你添。聽下又啱喎，係嘛？你覺得又有道理喎，係咪先？咁食咗呢個定心丸之後咧14000蚊一方每平方嘅單位，我哋一個方先俾咗7000蚊一方，我哋就可以搬嚟入邊住㗎啦。我哋驚咩啊？開發商肯定會將房產證辦落嚟。難聽講一句，萬一辦唔落嚟，你咪當7000蚊買翻嚟咯，反正都唔蝕底嘅。甚至乎呢個時候咧，就有買家沾沾自喜啦，唉 ，fit 舒服，執到靚嘢，係嘛？咁呢個咧就正中咗開發商嘅同售樓部嘅陰謀㗎啦。咁佢哋亦都會估到你會咁樣諗嘅。其實開發商售樓部一開始就諗住買7000蚊一方嘅，但如果只賣7000蚊一方嘅話咧，價格明顯會低於市場價嗰啲2萬蚊一方嘅均價，差距太大咧，你就會擔心會懷疑。成個項目咧就講14000蚊一方，但你先交到7000蚊一方，成形咗啲假象之後咧，一步步就氹你入揼，
榨乾榨淨。你而家咪覺得套路係咪好深啊？好啦，由於時間關係咧，小產權嘅住宅我就講到呢度噶啦。仲有一種更加坑嘅產品叫小產權公寓啊！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評論區打返係有興趣3個字，我會繼續爆料俾大家知。今日我就希望大家可以謹記我以上所講嘅4大神坑啊！最後咧，我用一句話總結俾大家聽下，就係又老又濕，導致傷到最後乜都冇。如果大家都係唔明嘅話咧，可以隨時玩呢個吹下水，但係你睇到唔同嘅房產套路啊！最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個節目完結之前啊，可以俾翻個 like 或者 share 俾翻身邊有需要嘅朋友。我希望呢條影片咧可以幫到更加多想買樓嘅觀眾朋友嚇。咁樣嘅話咧，亦都係可以通過 YouTuber 嘅算法知道我嘅影片內容係幫到大家嘅。如果大家都可以支持阿 Nico 嘅話咧，可以打翻評論區嗰度啊。咁我度會繼續出一啲有關於買樓避坑相關嘅內容嘅話題啊。咁好啦，開心嘅時候又係過得特別快嘅啦。今期節目時間又同大家講拜拜啦。鍾意我頻道咧，記得 follow 翻我。我哋下期節目更加精彩。拜拜。